有人帶住佢咧，就有機會跑到好嘅時間嘅。咁睇睇啦，就起步嘅時候咧，大家都差唔多嘅。咁喺外線呢，就係泰國選手咧，第9線呢，暫時就睇落去領先啦。但係哈薩克嘅第8線選手應該準備過去啦。中國嘅好快話汪瑾怡啊，03嘅國家隊選手，呢度500米已經捉晒外線啦，未夠200米已經3條線俾佢捉晒啦。咁而周子喬呢，就係暫時喺第5左右啦。過埋呢個彎之後，睇下可唔可以再加速上翻去。咁喺中華台北啊，第5線啊，柳晨瑜呢，亦都喺埋邊上咗嚟，係咬住啊！依家都睇睇啦，咁再埋邊線咧，中華台北埋邊線又係阿聯酋啊，紅色衫嗰位選手，哇過唔過到啦？哇，身形就好有力嘅，哇！阿聯酋選手繼續加速緊添啊！周子喬呢度咧就散散地啦，已經跟散咗，會唔會54秒14？係啊，哎呀，仲